然好想食藍莓朱古力，製作非常簡單，將啲朱古力用熱水熱溶咗佢之後呢，就擺落去牛油紙上面，揀你喜歡中意食嘅水果。今次呢，我就揀咗藍莓啦，將啲藍莓逐粒逐粒咁樣擺上去朱古力上面，擺滿咗之後呢，就將剩餘嘅朱古力呢，再鋪埋上去藍莓上面，然後呢，我哋就將個牛油紙呢冚上面，去壓一壓佢先，然後擺落去雪櫃度雪一晚。雪完之後呢，就可以食噶啦，大家聽下，真係硬到會有卜卜聲噶。呢款藍莓朱古力真係非常之好味啊！啲藍莓咧雪到咧凍冰冰，同埋啲朱古力咬落去咧真係脆卜卜噶。大家會唔會試下呢個做法呢？我食完之後，我真係非常之覺得好好味啊！我真係要俾佢100分啊！你見我不停咁樣食都食唔停口，就真係知道好味啦！希望大家會中意我介紹呢款藍莓朱古力啦〜